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个热点话题今天我在日经中文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中国 GDP 放缓下的未完工基建工程》。说通俗点就是缺钱导致很多基建工程停工。我们看一看这个日本人他是怎么看待咱们这个基建停工烂尾。文章说中国2024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5.0%。增速较2023年 5.2% 有所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拖累了经济，一直依赖房地产收入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达到了极限，很多公共项目被迫停止。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地方城市中未完工被搁置的基础设施现场进行了采访，在位于中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从位于市区的公园内的观景台放眼望去，在穿过市中心主干道上，铁路桥墩在几公里内等距离排列，但作为关键部分的铁轨却不见踪影。居住在附近的李女士就是李老太太，已经76岁了她向记者透露说已经搁置了好几年了，毫无用处，都成了古迹了。说这条全长45公里圈过市中心的铁路于2016年开始建设，原计划2025年开始运营。柳州市预计该项目总工程费用126亿元，但因该市预算不足，工程于2021年停止，只留下桥墩和车站，还不如修一下每天早上都会去的公园呢，既省钱又能让更多人使用。李女士一脸失望无奈的表情。说到铁路建设带来的效果，她苦笑地表示也就增加了一些旅游客为了在 SNS 上介绍这个古迹来观景台拍照，也就是相当于想通过修铁路来拉动旅游。这个广西柳州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柳州过去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它的重工业那在广西呢肯定是非常厉害，但是这几十年没落了，像很多重工业基地一样，柳州还剩下什么呢？也只能向旅游转型但是旅游对当地 GDP 的贡献呢是要打个大问号，这个我们后面会说这个日经中文网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的贵州省也有因财政困难而陷入停滞的公共项目。在省会贵阳市，一条本应在2021年竣工的主干道至今仍只修了一半，路面沥青，多处剥落，杂草丛生，水坑随处可见。该市最初计划建设一条将市中心和新的开发区连接起来的全长12公里的环城高速，预计建设费用为52亿元。然而由于材料价格上涨，成本不断膨胀，工地也被推迟，房地产泡沫随之破裂，与税收相当规模的房地产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无法再筹措额外的费用。在土地归国有的中国，地方政府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在房地产泡沫高涨的时期，使用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出售收入扩大了与地方税收相当的规模。地方政府将这些房地产收入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等。2021年中旬，住宅市场陷入低迷，情况发生了急转。泡沫破裂3年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售收入减半，也就是咱们说的卖地收入，土地财政这个收入减半。曾为基础设施开发而发行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偿还负担也加重，财政压力增大，未完或被遗弃的公共项目逐渐增多，也就是烂尾项目。大家满眼看到的不仅仅是烂尾楼还有很多烂尾项目因为跟韭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容易被大家忽略，大家关心的都是烂尾楼。说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指示地方政府加速公共项目以支撑经济，地方政府被催促发行地方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公共项目。这是日经中文网它的一个态度。已停止建设环城公路的贵阳市也在2023年新发行了79亿元的基础设施债券，利用筹集的资金开始了包括大坝和医院在内的61个项目的开发，其中有一个最为是为节能企业开发的综合开发区及办公和
居住如一体。尽管在飘雪中，工人们仍加紧施工，但截至1月初，仍没有计划入驻的企业，也就是他搞了一个工业园区、综合开发区，你建设好了也没人。当地居民反应冷淡，出租车司机雷先生抱怨道：“既然要借钱，不如把现在的道路铺好。道路铺好了，我能更快开车，挣更多的钱。”即使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市民们却没有感受到经济复苏。随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售收入的减少，地方政府面临直视未来的偿还风险。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作者叫岩崎健太郎。这个和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把钱往山沟里扔呢，这个叫无效投资。就像俄乌的战争，俄罗斯制造大量的武器弹药装备往乌克兰战场上扔，全部炸掉，甚至不如这个炸掉，因为那个炮弹装备炸掉了也就炸掉了，建了那么多工程烂尾，有的没有烂尾，你还要维护，后面还大量的钱往里投，它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很多人就问了，既然没有用，那为什么政府还要加大投资呢？完了还要发债继续呢？这就叫成瘾机制啊，这就叫吸最后一口。因为我们过去就这么发展，投资、外贸还有内需，就是消费三驾马车，一抓就灵，一抓就见效的就是投资。为什么过去一抓就见效呢？首先这个投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分配机制，对吧？政府做预算，重大工程几百亿，这几百亿这个项目给谁呢？政府自己控制的投融资平台，就是城投然后再去找这个总包，也就是招标还是国企，然后国企再下面招标分包是大大小小的这民营企业，就看谁路子广，谁后台硬，然后这大大小小的分包商下面再跟着不同的各路神仙对吧？一个工程几百亿到下面真正用在工程上面是多少钱呢？这个大家心里有数中间这个差价都由各层中间商给赚走了，这个就是一个分配机制，常年这么干，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吃工程。所以说工程是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口。所以第一个它是个分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相当于把钱也分出去了。至于这个机制合不合理，那是你们牛马韭菜觉得不合理，因为你没有得到便宜，对吧？你不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你不是婆罗门，那它是有作用的刚开始因为这个人工成本占这些工程比重比较大，过去修一条铁路要很多人，过去盖房子也需要人，各种工程，所以这个成本比较高。劳动力成本高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项目下来100亿，你好歹里面有20亿或者10亿是支付给农民工的，那你只要这么干，我记得以前有个经济学家出了个数字，好像是40%吧，是给各级人发工资的，包括农民工，就劳务支出那你100亿就有40亿相当于分给牛马和韭菜，那这个还可以嘛？那这些牛马和韭菜凭自己的劳动力分走了里面的40亿，这是刚开始后来随着这个效率的提高你不管是铁路还是建筑工地还是重大项目，用的劳动力是越来越少，在劳动力上面的成本卡得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现在100亿的工程恐怕只有10几亿、20亿都不到用在这个工资上面，劳动者或者叫农民工，或者是这一路上这总包分包的这些大大小小员工。所以过去你这么干，好像你看婆罗门也赚钱，他这是赚得多，牛马也赚一点，好歹分一杯羹，所以这个还有效果。你现在呢，婆罗门赚的越来越多，牛马基本上越来越少，所以通过这个工程分配也已经不灵了。所以这种靠基建来拉动 GDP 这个路走到头了。这还是仅仅说从 GDP 的角度来说还没有说从这个投产比收益，就是你这个100亿下去之后 GDP 是拉动了，但是你怎么买单呢？你这个贷款要还呢，你借的债要还呢，你这个高铁，你这个公路，你这个基建，它能不能把这钱赚回来？还有运营维护的费用。所以说去年出台的12万亿化债这个方案，有很多专家对吧？大家就有点看不明白了，或者准确的说，就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还是一个依赖路径依赖，还得靠以前那个方法，再吸最后一口。刚才说的这个柳州、贵阳这些改革开放以后相对发展比较慢的，因为它的地理条件限制，那么他们就想搞旅游，对吧？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这个游客一多，那像贵州广西它的旅游资源比较丰富，搞一搞这种无烟工业。但实际效果呢，我在很久以前节目里面说过了，旅游对地方的 GDP 这个提升的效果不明显。以淄博为例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财经网有一篇报道，叫网红城市爆火的旅游经济为何带不动 GDP， 观点跟我完全一致文章说火爆一时的网红城市为何 GDP 增速都不如人意。说近期哈尔滨的冰雪旅游再次冲上热搜，和此前一边倒的赞扬不同，近期网红城市夹杂不少质疑之声。据媒体报道，哈尔滨的住宿费贵得
得吓人，酒店价格从200元涨到2000元，快捷酒店的价格直逼5星酒店，一些5星酒店普通房间的价格直逼淡季的套房价格，让消费者大倒苦水。很多消费者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疯狂吐槽，黑猫投诉平台，一时间酒店涨价或成为影响冰雪旅游的一大关键因素。一说到东北旅游啊，我脑海里就出现那个雪乡啊，现在稍微好一点，过去几年年年都有雪乡宰客，对吧？这样的宣传和这样的这个负面报道。部分酒店涨价过快造成的旅情，给哈尔滨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哈尔滨市场监管局迫于舆论压力，颁布史上最严的相关规定，对哄抬酒店价格的行为最高处以500万元的罚款。目前 BT 财经在携程、去哪儿、飞猪等平台搜索后发现，哈尔滨各热门景点附近酒店价格较之前已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但酒店涨价已对哈尔滨形象和旅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固有认知一旦形成，短期内很难扭转。2年前，哈尔滨冰雪旅游一夜爆红，网友们也亲切地称之为尔滨、南方小土豆等富有爱意的昵称也走红网络。如今的哈尔滨冰雪旅游依然火爆，只是相比最初的热度明显有下滑迹象。这几年哈尔滨到底从冰雪旅游中收获了多少实惠？就是有人开始算账了啊，就是热热闹闹的哈尔滨这个冰雪旅游啊，到底赚了多少钱？东北4市垫底的哈尔滨，2023年年底，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火遍大江南北，无数游客涌入哈尔滨。仅2024年元旦小长假，哈尔滨就累计接待游客30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亿元，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双达到历史峰值。2024年第一季度，哈尔滨 GDP 总量为1173亿元。哈尔滨在大连、沈阳和长春这4个东北重要城市中倒数第一。不仅总量不行啊，哈尔滨的实际经济增速同样不如人意。2024年一季度，哈尔滨的实际经济增速为 3.7%， 高如同期黑龙江 2.2% 的 GDP 增速，而同期大连、沈阳、长春的 GDP 增速分别是 5.8%、6.2%、7.1%。哈尔滨 GDP 增速在东北4市中垫底，且远远落后其他3大城市。2024年上半年，哈尔滨的 GDP 增速是低至 2.5%， 在4市中倒数第一。反而哈尔滨的前3季度整体表现尚可，前3季度 GDP 为4329亿元，名义增长率为171亿，增速是 4%。在整个东北 GDP 10强市中，哈尔滨的2024前3季度 GDP 增速低于盘锦、沈阳、鞍山和锦州，位于第5位，经济体量差距也被第一的大连拉大至2313亿元，在东北主要4市中垫底，落后排名第3的长春936亿元。这个有专家认为啊，说旅游业之所以无法给地方政府带来更多收入，部分原因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付费方式把部分商家收到的钱转到其他城市去了。不是每座城市都有成为旅游城市的潜质，也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拉动经济增长，就是靠旅游啊。哈尔滨的冰雪旅游具有先天优势，但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下，旅游经济仅只能是城市经济的辅助，而非城市转型的救命稻草。这个观点我在淄博的节目里面反复说过啊，不要看淄博啊，烧烤比较热，那个只是赚一个热闹，流量没有办法在淄博变现。地方想靠旅游经济拉动 GDP， 不仅需要有更好的旅游资源，这还要取决于诸多先决条件。产业经济才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从2年的冰雪经济对哈尔滨 GDP 提升来看，并未达到哈尔滨的预期。哈尔滨依然在东北4市中位居末位，但旅游经济若能给当地商家带来真正受益，也不算白忙一场。模仿网红城市的隐忧，这里介绍淄博啊，说淄博算是国内较早一批网红城市，以烧烤给这座本身不具备太多旅游资源的城市带来大量游客，泼天的流量啊，砸到了淄博头上。但是有什么用呢？一时间淄博成为全国众多城市争相模仿的对象，甚至有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盲目跟风，还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去学习，刻意生搬硬套，结果没有一个
个能够真正学习成功的。究其原因，是淄博作为网红城市本身的真实发展水平或没有期望的那么理想，也就是赚了个热闹。2023年淄博 GDP 总量为4562亿元，同比增长 5.65%， GDP 总量位居山东第7位，但 GDP 增速位列山东倒数第3，仅高于滨州和潍坊。而2023年全山东的 GDP 增速是 6%， 淄博 GDP 增速低于山东平均增速。2024年一季度淄博 GDP 总和为186亿元， GDP 增长速度为 4.5%， 名义增长速度仅为 2.67%， 均为全省倒数第一，远低于山东平均水平。 GDP 总量位居山东16个市的第7位，增速在山东省是排倒数第一。 BT 财经拆解淄博 GDP 结构发现，其主要是靠工业拉动。2023年淄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2%， 相比之下，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仅增长 2.2%， 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仅 4.7%， 均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尤其是最近看似火爆的服务业，并未为淄博带来理想的收益。202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是旅游业收入的10倍。流量经济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想富还得靠工业和多样化产业。如今淄博当了几年的网红城市， GDP 增速却始终在山东16个省市中倒数后3位，名气远不如山东的临沂。临沂在2024年前3季度 GDP 总量高出淄博1200多亿元，增速也高于淄博2个百分点。这或许值得淄博反思，倾全市之力打造的网红城市为何未能带来想要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网红经济是否会对城市经济发展埋下隐忧？网红经济到底能不能持续？淄博和哈尔滨旅游的火爆确实为两座城市带来了大量的游客。只有467万人的淄博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6112万人，这个是本地人口的15倍啊！从表面上看，这些涌入淄博的游客共计为淄博带来630亿元的旅游收入，约占淄博当年 GDP 总量的 14%。实际上就是去淄博玩的这游客啊，人均花费就是去淄博人均花费是1000块，这个 UP 值有点低啊，对吧？一共接待是6000万人次，收入是630亿嘛。这个客单价在全国旅游城市中不算太高。以北京为例，2023年人均旅游消费1778元，上海同期人均消费1680元。淄博和一线城市人均游客单价有较大差距。哈尔滨2023年旅游人均消费为1253元，但因为冰雪经济本身就比较烧钱，租滑雪设备的费用就比较昂贵。哈尔滨的旅游人均客单价没有普遍代表性。拿淄博和一线城市相比啊，这个有点不公平。把淄博和省内山东省内兄弟城市济南同期的1067元人均旅游客单价相比，淄博也略逊一筹。但是淄博网红城市的名头却非济南可比，也就是淄博旅游的这名气啊比济南大多了，但是人均消费比济南还差一点。也就是淄博倾力打造的网红城市收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专家认为网红经济依靠的是网络意识比较强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消费能力一般不算太高。相关数据也佐证了专家的观点，淄博、哈尔滨这些一时爆火的城市吸引的很多是年轻人，而这些人大部分是有闲却没有钱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是在校大学生。2023年五一期间前往淄博旅游的人群中，90后、00后年轻群体占比超80%，其中00后超50%。在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去天水旅游的游客中，90后占比超过 50%， 于是衍生出大量的穷游攻略。比如2024年年初火爆的天水麻辣烫，但天水旅游人均消费只有581元，这可真是叫穷游啊！说淄博的网红城市一哥的宝座也并未能持久，很快被成都所取代，网红流量也迅速涌入成都。淄博这种现象级爆火的城市逐渐回归正常，其搜索量顶峰甚至不如成
成都的日常。这种比较也是不全面啊。虽然它的结论是对的，就是旅游经济啊对当地的经济拉动不大，没有预期中好。但是淄博它主要是烧烤季啊，因为淄博主要是靠烧烤出名。那烧烤它是有季节的啊，一般的从5月到9月，这是比较旺的这4、5个月。剩下的你这个冬天谁去吃烧烤的？就是吃也没有吃露天的。而这种网红流量很难在一个城市持久，比如天水、麻辣烫和菏泽都是火爆了一阵后又归入沉寂。旅游爱好者王峰表示自己不会盲目跟风去那些所谓的网红城市。试想，谁会为了吃口麻辣烫舟车劳顿去趟西北？谁会为了吃个烧烤专门去趟淄博？这些消费群体不过图个新鲜，新鲜劲过后，城市的流量密码可能也就消失了。从淄博、哈尔滨、成都、菏泽这些网红城市的经济构成来看，其核心支柱仍然是制造业，也就是工业。工业才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命脉。重庆、长沙、西安这样的国内旅游胜地，其旅游业占比也并不高。此前火爆的成都，核心产业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工业制造。长沙表面看是以旅游为主，其实还是以重工业、建材为主，加上发展迅猛的智能制造以及研发产业。城市的持续发展需要更坚实的产业支撑，而不能完全押宝网红旅游。网红经济能带来一时看似不错的人气和收入，却无法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从没有一个网红城市的热度能够超过2年，就可见一斑。流量经济被高估了，1、2次的出圈流量无法根本改变一个城市的经济。这些网红城市最好选择的就是借助一波破天流量，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知名度，然后通过招商引资，通过工业来夯实经济根基。毕竟这样的工业经济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网红流量的进入啊，反而有些城市的负面它也被放大，对吧？带来负面影响。淄博、菏泽以及天水等网红城市的发展，已经佐证了网红经济无法改变。这些所谓的网红城市在短期内吸引大量流量后，如何真正带动当地经济并留住流量，成为当地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 BT 财经这篇文章啊，那和我2年前啊谈这个淄博观点完全一样，大家可以去看啊。淄博烧烤火的时候，我大概做了6、7期节目啊，我记得我那个节目下面还有好多人在下面抬杠，对吧？现在你再回头看看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个不需要你有特别强的什么专业知识，要懂什么经济，要有很深的阅历，不需要这种判断，只需要你会对比。旅游的话，如果旅游能够对经济起到决定作用，那西安绝对会超过郑州啊，什么合肥啊，什么武汉啊，什么成都，绝对可以排第一。你看看西安，西安才是当之无愧的网红城市，那个大唐不夜城，那个什么未央宫，一到节假日，一到寒假，那是人流如织啊，人都走不动啊，人山人海，彩旗飘展，锣鼓喧天，对吧？各种视频。但是遗憾的，无论是大唐不夜城的这个，对吧？它的经营者什么曲江文旅，还是整个西安市，对吧？都没有从中啊说什么有什么特别好的收益。那个曲江文旅都要破产了，连年亏损了。西安市的 GDP 快要被合肥超过了吧？我有印象，即便没有超过也很快了，或许已经超过了。合肥有什么旅游啊，对吧？你把这个搞明白了，你也就会明白杭州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杭州是靠谁啊？杭州能成为过气网红城市，为什么叫过气网红城市呢？对吧？杭州本来也是网红城市啊，它的旅游景点非常多啊，旅游资源也多。但是现在它已经不以旅游为主打，旅游只是它的副业，人家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家有阿里巴巴，有直播，对吧？这个现象你要会分析。再反过来看看东北这个3个省会啊，哈尔滨、沈阳、长春。现在哈尔滨是当之无愧的网红，对吧？就是在东北3个省会里面啊，哈尔滨绝对是知名度最高。现在随便找个00后问一下，你说这个辽宁的省会是哪？他不一定知道啊。你要问他吉林的省会是哪，他更不知道。但是你要问他黑龙江，他恐怕知道。哈尔滨知名度最高，但是啊，它的经济是垫底。那最好的就是沈阳。沈阳为什么这么多年好像这个红旗不倒呢？就是东北3个省会里面，沈阳是苦苦支撑的，就是因为它华晨宝马。这个我介绍了好多遍，一个华晨宝马撑起了沈阳的半边天，让沈阳啊在这30年里面，它居然没有滑得太厉害，苦力支撑的。再说到回头啊，日经中文网说的
广西，如果广西发展旅游可以的话，那桂林应该是最发达的地方。桂林山水甲天下，既然发展旅游，对吧，解决不了当地的这个经济问题，只能对吧装个热闹。那为什么各个地方还热衷于干这事呢？尤其是人为的制造景点，就是你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旅游资源，他非要花钱造资源，比如造一个巨大的关公像，比如说造什么奇奇怪怪的水丝楼。你制造好的景点本身这个吸引力就差，完了之后你还要搞基建，对吧？你要高速公路大桥要修过去，本来没人去看，你为这个花了多少钱？这个投产比，这个成本都变成沉没成本，他没有办法把它投资收回来，甚至他每年赚的钱还不够他运营的费用，更别提那个银行利息了，所以他那个窟窿会越来越大。本来水丝楼已经烂尾了，结果一发债，水丝楼接着修，这就叫吸毒上瘾，还要吸最后一口。刚才这个 BT 财经介绍的咱们基本上网红城市都是穷游为主。穷游不仅说它跟大学生有关系，跟00后有关系，我觉得最主要是跟收入有关系。但有钱的要么没时间去玩，要么他没有心情，也就是他有点积蓄，但是你要么现在在上班，他抽不出时间去玩，要么他现在失业了，他也不想去玩。理论上你一旦失业，你有时间你就去玩一玩，但很多人恐怕他就焦虑他要找下一份工作，没有落听，没有找好，他没有心情去玩，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没有钱的，对吧？就比如说学生到处跑，他们的费用有限，所以你看现在网红城市人均 UP 值都非常，就属于穷游，勒紧裤腰带。所以要发展旅游的话，旅游业要兴起，要成为这个什么内需的这个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前提还是要让韭菜富起，要让韭菜的口袋有钱，要让韭菜敢花钱，让韭菜有钱可花，让韭菜有钱敢花。以前的老路不能再走了，再这么走只会加剧贫富分化，只会让牛马让韭菜越来越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